OK，咁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食物金字塔呢樣嘢。咁今年年頭咧，美國 USDA 即係美國農業部，佢就發佈咗一個新嘅食物金字塔。咁佢就同舊嘅金字塔咧，基本上就差唔多係完全調轉晒嘅。咁點解會咁樣呢？咁就以我個人嘅認知角度嚟分析一下兩個金字塔究竟有咩問題。咁首先講個結論先啦，其實兩個金字塔係冇乜問題嘅，因為佢係基於你時代唔一樣，佢對人作出嘅一個唔同嘅調整。即係佢舊嘅金字塔其實就80、90年代，咁其實80、90年代喺科技唔算太發達嘅時候，好多工作都仲係需要去勞動，特別喺生產線裏邊需要比較大量體力嘅勞動，未數控化嘅時候，咁人需要涉及多啲碳水啊嚟補充體力啊，係好正常嘅。咁所以適當咁其他肉類啊、油啊嗰啲就適量減少。咁到咗依家2026年，咁其實好多病都出現咗年輕化，即係簡單啲講，人呢就容易病咗。咁我哋古語有一句好簡單嘅說話嘅，就係病從口入。咁你有病，咁其實你最簡單就係你食嘢有問題。咁依家嘅食物金字塔呢，就係多肉、多蛋白質、少碳水嘅。我個人覺得都好符合，即係依家呢個 AI 同科技發達嘅年代呢，咁人呢就唔需要好大嘅勞動體力嘅，就減少咗好多。同埋由於科技與狠活啊，就咁出現咗好多超級加工食物，咁喺以前冇呢啲嘢噶嘛。咁佢依家呢個新嘅金字塔呢，我個人覺得係好符合邏輯嘅，即係特別又配合翻依家嘅年代，啲人好中意 high race 啊，好中意做 gym 啊咁樣，佢哋追求好多蛋白質啊嗰啲咁樣噶嘛。咁所以碳水你哋話需唔需要呢？就變咗喺依家呢個年代，其實真係冇咁必要嘅碳水呢樣嘢，因為碳水其實裏邊係比較多糖分嘅。咁如果你再食埋啲超級加工食物呢，佢啲糖分仲多。咁其實人體係唔需要涉及咁多糖分嘅，即係你唔係去做一啲好大量嘅體力勞動嘅話，咁你長期積聚嘅時候，就變咗好多慢性嘅疾病啊之類嘅嘢。同埋依家因為新興超級加工食物，如果陰謀論啲講呢，超級加工食物呢係一個大型嘅人體試驗，因為由於啱啱興起嘅，咁佢對於人體有咩副作用呢？其實係唔知嘅，即係其實你最多咪做咗啲白老鼠實驗咯，咁但係白老鼠實驗同人體試驗係兩樣嘢。咁再加上個人體差異啦，咁有啲人長期食超級加工食物都冇問題噶嘛，咁有啲人你食得多就係唔掂當咯。咁所以依家點解咁多病會有年輕化，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嚟。咁講翻呢個新嘅金字塔啦，咁其實佢推崇嘅就係食翻好多原形嘅食物咯，因為其實你麵包、碳水嗰啲你點樣樣都係加工過，雖然你麵粉製啊嗰啲你自己整嘅話呢，都算係輕微加工下嘅。咁如果你喺出邊啲麵包店嗰啲咧，基本上喺我嘅角度嚟講，就係超級加工噶啦。因為其實有啲地方你去睇下佢嘅成分表，你就知道其實佢落好大抽嘢嘅。特別係你想要啲味道嘅時候，咁所以出去買嘢食嘅話，睇下個成分表，其實係好有趣嘅一件事嚟嘅。咁有緣再同大家分享一下成分表呢樣嘢。咁依家呢個新嘅金字塔呢，喺我嘅角度呢，其實就係叫做食翻人食嘅嘢咯，即係作為人類生物喺地球上邊應該食翻嘅嘢，即係你澱粉碳水嗰啲，你唔係原生地球就可以生到出嚟噶嘛。咁即係嚴格啲嚟講，即係經過改造先至變成依家嘅澱粉。咁至於肉類啊、水果啊嗰啲本來大自然裏邊就已經有噶啦嘛。好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得閒吹水 ，peace。